我是卢清灿，台中东势人。92日太天堂发生的是我45岁，到今年已經有20年了。上到個安部本人感想真多。民國88年嘅9月21日，半夜過後嘅1點47分，發生規模7.3嘅天堂，全台灣連安部攏聞個天堂有槍嘅，尤其係中部地區感受特別深，個安部特啥都冇上學不去上去嘅安部。原本嘅太原區經過了把天堂嘅傳承，遷過到新外工廠，長到300萬公尺嘅特殊嘅地基，為天堂留落個一條長長嘅痕跡。也是發生各位嘅面渣渣，弄好了硬強嘅生命狀來重建，碰起到嘅路，轉唔轉嘅路，還有親人離開嘅生命，就算唔係本來嘅款式。人生的生命自然會深度加出去。了解上海嘅分析，時時提醒，太不唔記得了天堂按厲害嘅特色，人愛敬畏自然，同時同了自然和平共存。